大家好，企喺我身邊呢就係 Bonnie 喎，佢啱啱完成咗佢第一項嘅比試。Bonnie 心情點樣啊？其實我真係非常之緊張啊，因為其實都係今次第一次參加一個大比試啦，同埋頭先我自己都發生咗一啲小意外呢，我就跌咗一啲 Q 卡落地。咁不過我自己都琴晚自己做咗啲準備，咁我都大致上都記咗個稿啦。咁我希望其實我相信都應該大部分嘅稿件都可以讀得晒嘅。咁我覺得同埋可能rehearse 多啲咯，會令到自己會有更加多嘅信心咯。我都見到你其實你都臨危不亂咯，我見到嗰個部分咧，其實都已經做得好好噶咯喎。一陣間你仲準備咗啲乜嘢可以有待你第二部分嘅比試呢？其實第二部分嘅比試都係一個帶動觀眾嘅環節啦。咁其實我都大致上都會準備咗，會諗咗一陣有啲咩問題會問翻呢啲工作人員。咁然之後希望大家到時都會俾多啲反應俾我啦。一定會嘅，咁繼續努力加油咯喎！